好因為任何人嘅離開而停止你應有嘅生活。香港資深演員許紹雄因腎癌引發器官衰竭，在28日凌晨2點半病逝，享年76歲。離別雖悲傷，但他在離開前也教會了我們很多人生道理。如果你坐過巴士，你就會知道，就算車上面一個人都冇，但係司機都會將架車開到去終點。我嘅意思就係話，你唔好因為任何人嘅離開而停止你應有嘅生活。人呢一世咧最放唔低嘅咧就係金錢同埋感情。為咗金錢，我哋咧起早貪黑做牛做馬；為咗感情咧，我哋偷心偷肺偷盡咗自己，到頭來錢又帶唔走，感情都留唔低。人生嘅下半場係做個簡單嘅人，人生嘅苦短，及時行樂，食你想食嘅嘢，見你想見嘅人，做你想做嘅事，只要健康同埋開心就好啦。至於其他嘅，隨意而安啦。再大嘅事情，3年之後咧都係變咗小事；再苦嘅事情，3年之後都可以輕描淡寫。求而不得是常態，所求非所得未必係遺憾。你係咪都有啲心事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嘅咧？因為你一講就會忍唔住想喊，因為你知道成年人嘅世界好多時候都係好孤獨嘅。只要你有以下嘅經歷：愛錯一個人，結錯一次婚，生過一場大病，或者破過產，甚至生離死別，眾叛親離，你就會大徹大悟，你就會明白咩係人生，你就會體驗到無憂無慮係幸，無病無痛就係